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夏天到了，又进入登革热的季节，像高雄这座空中大学游泳池就很危险了，因为荒废了10多年，每一次大雨过后就会积水，几乎是周围居民的噩梦。高雄市议员李顺进表示，因为附近已经有2座的免费泳池，不适合再经营这一座，短期是建议改建成平面的停车场，不仅可以解决积水的问题，还能缓解停车需求。高雄市空中大学游泳池隶属于运发局，因厂商经营不善，已荒废10多年。大雨过后，闲置的泳池就成了大型积水容器，是周围居民的噩梦。这个建筑物既然无用啦，你看是要甲积极的，你莫放在遐咧积水，咧生梦，害阮这小姐安尼一只手顶到外个一撮，对不对？所以讲，不管是做停车场还是做运动中心，所以紧甲处理掉是上理想的。明仔随处理。因为经营不善嘛，然后差不多大概荒废了10几年，那10几年市政府一直亏损，外包商也亏损，那变成目前的一个闲置的状况哈。那游泳池本身没有填平哈，造成积水以及这个滋生病没有稳，甚至如果有一些因为那个围墙不高哈，偶尔还有一些流浪汉会跑进去哈。由于周边已有2座免收费泳池，不适合再经营游泳池，议员建议短期由厂商新建平面停车场，长期规划为活动中心，解决积水问题，满足居民需求。短期的能够有一些停车的设施哈，开放给一些停车的设施，这个政府又有税收嘛。又有税收，又有收入，也提供我们附近的洽公的居民或做捷运的居民一个停车的所在。长远性呢，里长希望能够建我们多功能的复合式的活动中心，这个也是一个方向。但是希望短期，我们也民意一直希望先把停车空间先开辟起来，留必要的设施先不要去动它，但是最起码停车设施要应用哈。由于空大周边有多家公司及机关，停车需求强烈，改建为停车场成为居民一大利多。记者李嘉龙、吴佩珊高雄报道。台南运河游船是到台南观光热门的新选择，今年刚好遇上台南400，就有游船公司选在暑假推出历史小旅行，不但有专业的解说员导览，更结合了安平商圈的店家，带游客欣赏王城风光。夕阳晚霞映在水面上，从安平渔人码头出发，经过渔港、国际商港，再绕回市区的运河，沿途饱览安平人文气息以及港湾景色。这是游船公司在暑假期间推出的游运河认识王城故事小旅行。游客来到台南呢，就是可以吃喝玩乐，又可以玩船。我们台南就是我们也被称为这个文化的古都嘛，我们有非常强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那刚好也可以借由这个方式，让大家可以有一点想象的空间可以来感受到在以前呢，这个在运河上面行走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业者强调，他们是目前唯一取得安平合法航权的公司。在50分钟的航程中，船上有专业的导览解说，可以边欣赏夕阳夜景，边了解府城历史故事，同时和安平商圈结合，让游客用海陆不同视角欣赏这座城市。海上就是由利益国际来这边办活动等到路上的时候，到安平老街之后，就由我们这安平的店家来做串联。那串联店家有冬瓜茶，有卖虾饼，有DIY 的。我是在地的，我觉得应该推广给大家知道。晚风徐徐然后看着夕阳，然后坐着船。这种感觉真是，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来体验一次。根据市府统计，去年游船观光人数有12000多人，恢复疫情前的水准。趁着台南400之际，安平在地共同合作，打造全新游程，让游客来台南多了新选择。记者孙怀台南报道。交通事故是我国儿少事故伤害的要因之一。为了培养儿少在道路的危险感知能力，建立交通的安全正确观念，桃园市公路局新竹区监理所参考国内外的交通安全公园概念，在桃园监理站建置了全国首座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并在18号举行了开幕典礼，开放团体预约免费导览。
小朋友们在老师与监理站导览员的指示下，亲身体验正确的过马路注意事项与示范。有鉴于交通事故是我国儿少事故伤害要因之一，为培养儿少在道路的危险感知能力，并建立交通安全正确观念，公路总局新竹监理所将桃园监理站的闲置考场改造成国内第一座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并在18号举行开幕典礼。那我们大概接受预约，大概就是以30人为限制的国中小朋友都可以来预约啊。那我们里面设置了很多个关卡，不管我们在室外区的交通安全园区啊，和室内区的，都针对小朋友不同的特性，我们可以做不同的课程的一个教授。那在这中间的过程，虽然经过很多专家学者或者是委员或者是交通部整个介绍跟规划之后，很开心今天正式开幕啊！那也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来预约使用。整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不仅室内区有趣味互动，室外区的标志、标线跟道路设计也都是跟实际路况1比1还原，由桃园市交通局协助设置，让小朋友可以在最真实的情境下了解道路安全观念。我们交通安全教育园区所谓的室外的场地，每个示范点，它都是1比1的，跟外面的道路设施、斑马线、号志跟标线都是一模一样的，希望小朋友来这边体验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实境模拟真实道路的情况底下，可以来示范体验完之后，在外面行驶在道路上可以更加的安全。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出席开幕典礼，表示桃园非常荣幸可以成为全国第一座交通安全教育园区的落脚处，可以让学童在安全环境下身体力行学习交通安全。未来也会请交通局与教育局密切合作，让交通安全观念从小培养。非常非常荣幸。那么要教小孩子交通安全，到外面马路去教太危险了，在这边教就没有这种顾虑，不管是过马路。刚刚讲说，我们能够跟新竹监理所有一点小贡献骑马路啊什么的都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也希望说和我们的交通部、我们的这个监理所密切合作让我们桃园的小朋友从小就培养交通安全的观念。接下来我会督促我们教育局和我们交通局密切搭配国瑞汽车也特别捐赠教学车给桃园监理站，作为交通安全园区的教具。交通安全教育园区是以真实道路情境规划，针对道路常见情境，设置非号志化路口、号志路口、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步行安全及乘车安全等6大户外体验项目，还有室内影音区、游戏、教具互动学习，开放团体线上预约，每场次以30人为限，可以视参访者需求客制化教学体验内容，欢迎学校、机关或民众组团报名。记者赖维一桃园报道。今年的基隆外木山海上长泳活动吸引了将近2500位泳客共襄盛举。除了过去参加过的泳客回锅之外，这次报名活动很热烈，总共有19个县市的选手来参加，最远来自高雄，年纪从10岁到85岁都有。大家除了比赛，也透过游泳欣赏外木山的海天一色。好，我们的市长谢市长现在到我们的场中间。比赛前，参加长泳活动选手早就迫不及待动起来，台上音乐一下，大家活动筋骨。3、2、1。基隆市长谢国良、体育会理事长郑锦洲及市议会议员施伟正、文化家张浩瀚、郑文婷及郭美秀共同鸣枪之后，勇士们一个接着一个下水。今天的万木山海上长泳活动，最小的只有10岁那年纪最大有80几岁，所以我想今天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日子。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在整个游泳的时候，基本上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然后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运动，也预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成绩。但是海上安全非常非常重要，请大家还是要非常小心。基隆外木山长泳正式登场，吸引了19县市2400多人报名，年长者最高85岁，最年轻10岁。泳客们整装待发，准备下水。
后面还有长长人龙蓄势待发。日月潭是淡水的嘛，那其他金门啊、澎湖啦、绿岛啦都游过了，然后只是说圆一下全台湾那个海泳的一个梦想这样。去年觉得不错，今年再来一次。这个地形还有这个环境都很棒。离台北最近，然后它也比较安全，因为它是沿着海岸游。我从中和，中和来，对，我第一次来参加，非常荣幸。2500人依序下水，消防局和一小总队也派出了救生艇在旁借护，确保选手安全。外木山长泳消防局总共动员了24艘的船艇，181位的警役消的同仁，那还包括这次有特别动员了3部的无人机，还有3具的这个遥控救生艇，还运用了船舶的定位系统，那俗称小海豚，所以我们在海上的24艘船艇都有相关的定位。我们在那个系统上面可以看到，我们24艘船是不是都有在定位上。今年的万木山长泳是基隆市1年1度的盛事。那我们义消这边呢，大概有我们救护中队以及我们的救助中队全员出动，然后来协助我们基隆市政府来举办这次万木山的长泳。那我想今天的天气算不错了啦。那在这边的话，义消兄弟姐妹啊，那很早就来这边集结了，也是要来完成我们这次1年1度的万木山长泳能够圆满顺利成功。报名队伍人数最多的是新北市，第2跟第3是基隆市和台北市。今的万木山长泳啊，有2000多人。在万木山长泳以前是有体位连办了6届，后来因为疫情停办了。而我们今年重新开始，我们今天的天气很好，浪也很明，是一个适合长泳的好地方。也预告一个，我们9月7号有全国健走。在基隆，目前已经基隆市很多饭店都已经订满了。我们希望多多办这种大型活动，能对基隆的经济、旅馆业、餐饮业、卖便当、卖纪念品带来很大的商机。这2年重新再举办了之后，也让非常多的一个市民非常踊跃的一个来参加。在岸上也有许多民众观赏壮观的场面。基隆万木山海星游泳池今年刚整修开放启用，首次遇到长泳活动，场地宽敞又安全，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在我们基隆市政府呢，都已经把安全措施做好的这个状况下呢，其实我们万木山是一个非常多泳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泳胜地，而且呢，这边风景也特别好。那我们的海底下的海洋资源也非常多，所以呢，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呢，带动在地的观光产业发展。看到今年的万木山整个平台，其实比去年好了非常多。然后我相信这次今天长泳游下去也是相对的比较安全。然后今年的主办单位也在这个那个海上也搭了一个河海，那其实让大家下水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也比较有秩序。那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办得越来越好。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基隆市政府在改进的地方，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更多的意见。选手从万木山澳救生站礁岩区开始长泳，沿着海岸至大5轮澳底沙滩上岸，全程大约3200公尺。从空拍角度看，蜿蜒如海上长龙。游海的机会实在是很少，那慢慢经验的累积，刚下水还是有点陌生，会游起来会有点不太适应。万木山长泳泳客除了享受基隆的海岸风光之外，比赛让泳客玩得尽兴，安全上也做足了准备。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哇，真的平常有在运动吧？有哈。好事多承租了高雄80期重划区的一半基地，打算要设立新的据点，还有加油站，引发了高软园区厂商的众怒，担心园区的交通还有空污问题。在沟通无效之后，高软园区内是挂满了抗议的布条，形成创设以来最罕见的景观。
走进亚湾特区内的高雄软体园区，望眼所见都是抗议白布条以及跑马灯，张挂显示在每栋办公楼以及路旁，相当罕见。高软厂商指出，好事多租地设立新据点，并坚持设立加油站。高软园区的厂商担心园区交通恶化和空污问题，在与好事多沟通无效之后，忍无可忍的不得已作为。它没有另外一条出入口的话，全部都塞在这边，尤其是假日就会很可怕。对，我们平常上下班时间其实就到 IKEA 那边也会塞，然后就可能就一直就会塞过来。就是要考虑这周边的交通状况，然后需要多开道路的部分也需要做适当的安排，去考虑那个流量，因为这边的整个枢纽就是只有这条路而已，所以如果说这边是唯一的出入口的话，那这边绝对是塞爆的。只有这一条路，对啊。然后好事多的人潮通常都很多，就算是同一条路啦，如果还有一些替代方案之类的，或者是他真的开一条连外道路，都会好一点啊。对啊，不要说就是没有规划，单纯用这一条，那就真的会很塞。好事多引发争议，6日交评大会2度补件还是没能过关。紧盯此案的高雄市议员汤永瑜指出，异想天地停车场大塞车事件因见不远，市府应该尽速因应亚湾未来涌现的人车，提早规划合宜的配套措施，做好把关。好事多本身就已经就是吸客量非常的大，它平常在这个采购的时间尖峰时段车流本来就很多。再加上有加油站的话，其实在各县市都有常常发生塞车的情况，它会降低道路的服务品质，所以当时会要求有这个交通冲击评估，那也要求他们提出一些减量的措施，一些因应的方案。那据我了解，就是好事多也有提说他们会透过这个动线的规划，可是事实上呢，经过一些模拟啊，还有调查呢，应该是发现说如此还是不可行，希望说市政府对于这个亚湾区，那强调它的河岸景观，那也强调它的5G AIoT， 它的高科技，它的绿能，它的近邻碳排，那个我们的碳交所也在我们的亚湾区，希望市府还是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规划合宜适当的交通配套措施。议员提醒，虽然好事多这回没过关，但随着亚湾区商业活动以及人口聚集持续热络，市府应尽速规划相关配套措施，并且通盘检讨该区的都市计划，维持公共交通的通畅。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2024全球城市小姐暨全球城市美业形象大使选拔赛日前在台南举办了宣传记者会，热情邀请美业选手们可以透过官网报名。最后的总决赛预定在8月25号，将于台北的汉来大饭店登场。举办迈入第19届的全球城市小姐暨全球城市美业形象大使选拔宣传记者会，23日在台南举行。市长室副主任陈宗明、议员李正国、陈怡贞、曾姿杰、曾培雅以及各界贵宾一起来协助宣传。1、2、3，站！全球城市美业形象大使选拔主席纪婉珍表示，今年活动主要在推动产学业界合作，并首度扩大和美甲、美容、美发业结合，希望透过比赛提升美业水准，让更多人看到他们除了拥有外在美的同时，也能看到他们内心之美。第19届的城市小姐选拔，以及第1届的美业形象大使。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让政府看见我们这个行业，以及提升我们整个美业的水准，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除了外观的美丽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个内在的美丽的表现。因为我们选上的人员都会到各地去做很多的公益活动。2024全球城市小姐暨全球城市美业形象大使选拔赛，目前已经开放选手报名参赛。对比赛有兴趣的朋友，在7月20日报名截止前，都能在主办单位网站报名。最后的总决赛8月25日将在台北汉来大饭店举行。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新北市教育局办理了新北创客大师 Maker Master 10周年主题展，不仅颁发了10年创客大师、创客明星以及特殊贡献的奖项之外，3大展区也呈现创客的成长与创新，还有多个大型作品以及土地公参拜等互动区，展现出了创意能量。
新北市创客大师10周年在市府1楼大厅开展，主题分为3大展区，0到无限大，展现新北师生们历年的大型创作，以及创客大师明星墙中央舞台，复刻10周年纪念版大型小样。新北创客10年辉煌时光走廊则展示新北各创客社群学校历年创意作品，另外还有创客师生制作的各个大型创客作品在展区的各地展现，还有互动拍照区可与土地公亲密合影。那其实今天办理这个活动很重要的是，我们经过10年的努力，这中间过程有非常多的贵人跟学校的团队一起来帮忙。也让我们创客教育这个主题能够在这10年内累积非常多的成果。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当时第一任创立我们技职科，现在目前是我们教育部的次长。那当时呢，我们也邀请了当时第一任科长的那个太太一起到我们现场来。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也把一起推动创客10周年这些学校伙伴们尤其是我们团队，他们也那个穿了这10年来我们每一年的一个主题的服装到我们现场来，每一件衣服都可以说一段故事，也都代表的一个阶段。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这10年来的成果把它展现出来。教育局表示，新北市从102学年度率全国之先办理创客教育，至今已经达10周年。从一开始的6间学校推展到50个学校的创客社群，不仅在校内持续深耕创意课程，更走出校园，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科教馆、观光工厂与产业文化馆各界资源结合，培养孩子们可以动手做的创意与能力。最重要的是，除了跟大家说我们这10年来做了什么之外，也把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知道之外，我们很重要是，这是一个起点。那未来10年、20年，我们将会继续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学校里面去做推广。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样的成果，会对外行销，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创客到底是在做什么，也让家长、让我们学生、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学校现在目前给学生相关的资源跟平台。那创客这部分其实是对于生活上的一个实践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教育局表示，新北市创客教育获得亲子天下创新100中唯一县市以新北创客社群获奖之殊荣。这次参展是一个里程碑，展现10年来的精华之外，更放眼未来，将持续加深加广，挖掘孩子们的兴趣与创意，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跨域人才。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炎热的夏天来了，骑车等红灯是不少人的噩梦。强烈的阳光曝晒还没办法遮蔽。台北市交通局为了减少骑士以及行人的曝晒时间，在夏季缩短了740处的路口号志红灯秒数，减少等候时间，有路口就整整缩减了95秒。机车骑士停红灯时，时常曝晒在烈日阳光下，这是夏天街头常见景象。尤其当红灯要上100秒，真的让机车骑士大喊吃不消。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在夏季缩短红灯秒数，共740处路口号志，减少机车骑士及行人等候时间。那其实我们大概每年都会考量，其实夏季天气比较热，那因为我们台北市车流量很大，那我们有很多广大的机车族朋友，那因为我们的号志其实考量车流量运作周期都是比较长啦，就是为了要疏解车流。但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因为寒暑假的关系，车流量有比较下降的趋势，所以我们就是考量到机车驾驶曝晒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执行这个专案。那我们来缩短这个红灯的时间，那减少这个机车族在路口曝晒的整个情形。那我们这个专案大概从108年大概就开始实施了。那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有去看整个车流的一个状况。其实，在9到16点的时候，车流量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是针对7、8月寒暑假这个时间车流量比较低的状况去做降周期。那这样机车停等时间也可以比较短，那其实对车流量的影响相对也比较少。那我们这次总共降周期的路口数大概740处，那我们就是针对周期比较长的路口去做一个评估。那其实我们在降周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做整个群组，就是好几个路口一起同步去做处理，那尽量去避免影响到整个车流的续进。那我们时间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寒暑假7月1号到8月底，那就是9点到16点30分，大概比较热的这个时间。
依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7到8月月均温最高，且气温多达30度以上。交工处在离峰时段平均缩短红灯21秒，调降最多秒数甚至有到95秒。那我讲一个案例啦，就是说我们大概整个降周期执行之后，平均大概可以缩短21秒左右的一个红灯时间。那最多大概可以缩短到90秒。那可以看到天母东路107巷，因为它从200周期降到100周期之后，那可以看到在行人的这个地方，还有知道的行车的部分，就是可以从红灯170降到红灯80秒。那行人的部分就是可以从150降到60秒，所以我们最多有一些路口，其实红灯是可以降到90秒，就可以大幅减少不管是机车它在路口等红灯的一个时间。交工处将持续观察调降红灯秒数后，路口车流疏解状况及路段连锁性，并视民众反映情况适时调整。记者翁君台北报道。高雄有长达95公里的海岸线，以及紧邻市区的爱河。过去民众在假日的时候走几步路就可以到爱河边钓鱼，成为高雄市民的独有权利。但是高雄市议员简焕宗建议市府成立海钓示范区，以及部分开放爱河垂钓，不仅善用河海资源，也让民众多一项休闲活动。高雄有丰富的海岸资源，适合垂钓。长达95公里的海岸线，却仅有5座民间海钓场。高雄市议员简焕宗就建议市府可成立海钓示范区，让民众亲近海岸，拥有更多元丰富的休闲活动。大概几乎每个月都有民众会来跟我澄清，就是有关于钓鱼这个问题。好，他们就觉得高雄有丰富的那个滨临海岸线，有丰富的一个垂钓的场域，他们都觉得没有妥善去做管理嘛，所以大概这会期我就是要求市政府，第一个是检讨整个海钓专区啦，那是不是可以像台中一样，然后成立好第二个整个海钓的一个示范区。而高雄市在2010年前，爱河在九如至治平桥的流域是开放可以垂钓的。2014年，爱河自治条例上路后，明令禁止垂钓，钓鱼景色不再，但仍有民众希望能在爱河钓鱼。简焕宗则建议市府可采部分区域开放的方法，多元利用爱河河川优势。愿景桥也盖好了，那现在九如桥也拆掉要重盖，好，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去检视一下，做一些让市民朋友可以更亲近爱河的一个活动场域了哈。好，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整个旁边的步道其实都是高于河面的。好，就是我们在河旁边散步，虽然很有气氛，可是我是比较期待，就是说高雄有这样子一个比较跟其他县市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不是不管是海域也好或河域也好，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亲近海，可以更亲近河。过去曾发生钓客在河岸随意弃置垃圾或争执钓位等麻烦事。议员说明，随着时代转变，公共环境意识抬头，情况会有所不同，市府也可加以规范来做改善。记者李嘉楼、吴佩珊高雄报道。您有多久没有写信了呢？为了庆祝台南400，白鹭鸶文教基金会与台湾时尚艺术协会特别举办了祝福台南 Gap 艺术展，邀请了政治、文学、艺术等各界人士，把对台南的祝福和情谊呈现在明信片上，并在台湾文学馆和台南知识官邸展出。信报信运应流传。化身嘉庆君金钟视帝陈雅兰在展览开幕时送上祝福。白鹭鸶文教基金会邀请到世界各地600名不同领域的人物，以明信片做载体，策划祝福台南邮递艺术展。台南400当以来，有这么多无同款的族群伫遮生活。留足侪迄文化愿景，甲迄个文化遗迹，伫遮堆叠，毋则成就今仔日台南是一个古都。见证迄个时阵，你是甚物理念？你是想要表达啥？你的手写的物件，甲你画的物件，就足重要。足难得的，咱是一个跨时空。伫无同的多元的文化内面，有这个台湾的发现。1624年世界走进台南，2024年台南继续走向世界，这是总统赖清德手写对台南的期望。一封封致台南的明信片多达800张，不论是用文字或图画，跨越国界、语言隔阂，透过邮戳
记录下历史的文化印记。个重新去认识，重新去省思我们整个台湾的历史，然后和我们整个最深层的情感的一种连结。展览不仅呈现全世界献给台南最真挚的祝福，也可视为当代留给未来的珍贵文化资产，用多元行动来诠释这座城市400年来的淬炼。记者周怀谈的报道。基隆市政府与基隆市体育会6月16号在基隆的七堵水漾会馆举办了2024基隆市长杯暨全民运基隆市代表选拔赛，透过赛事选拔出代表基隆市参加全民运动会的国标舞高手。超精彩的国际标准舞市长杯暨全民运动基隆市代表选拔赛在七堵水漾会馆登场，来自基隆的年轻国标舞选手齐聚，展现摩登的韵律与拉丁的热情。开幕典礼的表演赛中，这2位基隆出身的国内职业摩登决赛选手带来精彩的舞出。我是王林宏，刘一威。我们是目前台湾职业的国标舞摩登选手。那我们之前是业余摩登冠军，然后我们现在最近转职业，我们搭档已经有将近7年了，那所以我们算是长时间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是有征战到世界各地各个国家。那因为我们最近去英国黑池参加那个舞蹈节的赛事，那才刚回国，然后在这个英国舞蹈节赛事之前，我们还去意大利进修，对这。为期大概将近1个半月的在国外进修的时间，希望能够为台湾在国际上发扬光大。这样，还要为基隆争光的，还有这2位来自基隆的国手。我是任爱丽。我是蔡哲香。我们是目前中华舞种的现役代表国手，然后目前已经连续两任获得我们国手的荣誉。然后呢，我们一直都是代表基隆到世界各地参加比赛，比如说我们去年2023年我们去了香港，然后日本，然后还有德国、斯洛维尼亚等等国家进行比赛，然后也获得了很好的殊荣。我们的目标还有期望是以后可以继续为国争光。对于在国标舞的路上，那我们认为最需要克服的，毕竟还有，因为我们国标舞是双人舞，所以呢需要两个人，我们的不管是个性啊、默契上，那边或者是一些时间的搭配上，甚至在出国，我们需要很多的金钱，所以这东西都是我觉得我们在国标舞上一个好的舞者都需要具备的条件。团体组的小选手来自5人国小，极具张力的动作及队形变化的舞蹈，赢得满堂喝彩。5伦国小和长乐国小社团课出来的学生们，那他们将代表基隆市去参加10月份的全民运动会的13岁以下团体队形舞比赛。从去年10月就开始训练，对，那他们每个礼拜1次到2次的训练去加强他们的比赛。那他们团体队形舞里面有一些学生也是会代表基隆市去额外参加单人单项的比赛。那非常谢谢5伦国小校长他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借我们去做训练。我学舞学了4年，然后在练舞的时候有些动作会忘记，但是还是会克服困难，会努力的把舞序记住。我喜欢跳国标舞，因为就算是拉丁舞还是摩登舞，我都会很有成就感。现场贵宾云集，给予这一群新生代的选手满满的鼓励与支持。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这个国标舞的锦标赛，不论是年纪小的小选手，我看得非常的钦佩哈。那我们基隆也有很多这些舞技都很优异的这些比赛的选手，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好的成绩。我们要继续努力来好好推广这个活动。我们看到这次活动有很多的我们的国小低年级、高年级有都出来比赛，代表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有新兴的年轻一辈出来。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刘正成主委、刘文启总干事大力来推展，更谢谢市长在我们运动到台湾这一块能加持。希望我们今天选出来的选手，在我们113年全国全民运动会在屏东举办，
能旗开得胜。今天来参加我们基隆市体育会舞蹈委员会的一个国标舞的一个锦标赛来这边为他们加油打气。那国标舞它本身就是老少咸宜，都蛮适合的那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多多参与。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就比较年轻，薪火相传。我们以前也成过辉煌的成绩，我们现在有最好的得到冠军，也有得到全国总积分第3名，也有全国摩登舞的第2名，拉丁舞的队形舞的第1名。基隆市长杯不仅是培育优秀的选手，这次比赛将要选出我们基隆最优秀的选手，代表基隆参加今年11月份屏东的全运会，希望能够带给基隆更多的金牌。这一场赛事是基隆第一次以国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正式竞赛，期盼以市府的号召力，唤起全国国际标准舞蹈界的团结，办理具有世界规模与指标性的赛事，来提升台湾国标舞的正面风气。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大家在求学时期都有一段最怀念的食物记忆。位在高雄三民区的这间老牌便当店，可能是当地许多学生的回忆。因为这家的便当不仅铜板价就可以买到，用料也实在很大方。如今却传出可能熄灯，让许多人担忧好滋味可能会失传。一块块香喷喷的肉放进便当盒，隔着荧幕仿佛就能闻到香气。这间便当店是许多高雄人在国高中时期的午餐回忆。这一箱箱便当都已经准备好，要送往各个学校喂饱学生的胃。附近的民众也都会来到这里，用铜板价购买收购短袜的优质便当。吃蛮久的嘞，还不错，还不错，便宜，很实在啦，很实在啦，真的很棒了。饿了就想它，想到它。为什么？因为它味道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好吃又便宜呀，对呀。但这样的好味道却传出可能即将消失。这间便当店的老板因为年迈，打算把便当店收掉，许多人都相当不舍，可能再也吃不到回忆中便宜又美味的好滋味。就是不晓得要吃什么啊，又要重新找了啊，那就很可惜啊。希望第2代再继续。因为老板已经将近70岁了，想说给他们一个快乐的退休生活。那我们儿女呢，其实有我们各自的事业啊，所以也期待父母有他们自己退休快乐的生活。目前大概以15家高中职，最支持我们当初就是雄工哦，然后是现在的树德、中山工商、高雄中学，然后雄商、大荣中学等等，还有很多间，很多被我们养大的学生，都大概70、80年代的学生哦，他们都赶快回来买，因为他们也怕老板他们换了口味，永远吃不到他们的回忆了，所以最主要是买个回忆。已经在高雄飘香超过半世纪的老牌便当店，是许多高雄人相当喜爱的好味道。若真的因为老板退休，好滋味就此失传，也会相当可惜。不过幸好有人决定跳出来介绍这个传统好口味，让便当店的精神能够延续。其实就是学生时期大家都吃的便当，大家熟悉的味道，觉得说他突然说要熄灯，就觉得这真的很可惜，所以说就毅然决定就是把它传承下去，让这个东西。让这个便当店继续，大家都在地人都吃得到这样。当然就是原封不动，包括那个老板的他们的技术啊，他们的味道都一样，都一直留着。对，大家的回忆不会不见，价钱不会变，那品质更不用说了，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做得更好。未来的经营人承诺，将会把这个对高雄人来说相当重要的便当店传承下去，不让好滋味遭逼，延续新鲜、美味又营养的精神。记者朱金伟、周福庆高雄报道。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影展今年以浮光掠影做主题，展示出学生6大类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举行颁奖典礼，肯定学生创作影片的努力与坚持。浮光掠影南台科大资讯传播系影展，疫情后恢复办理。今年是第21届，学生呈现新闻、动画、纪录片、短影音、节目、剧情等6大类作品，每类设定团队作品奖或个人奖项，入围者都是通过业界18位专业评审的严格评选而定。首先，感谢学生的投入。
那以这几个作品来讲，都有相当的一个成果。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整个制作上的一个努力。今年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作品呢，像剧情片的话，他们之前就已经有去参加过一些比赛，那有一些各大类的一些比赛都已经得过一些佳绩，还有一些入围，所以在呈现上面的话会比较专业一点。许多同学的作品在影展中脱颖而出，最佳新闻奖的《行礼如仪》报道行人与汽车间的冲突与纷争。最佳动画奖的《Wish 光的祝福》，利用红、绿、蓝3种颜色融合成白色星星，闪耀在夜空中。最佳创意短影音奖的《苦恼的想法与苦恼的人》，反映宅男求爱所遭遇的困境。我的作品呢是关于一个想交女朋友的怪人，最后终于交了女朋友，然后重新认识自己，然后我就想说，这样拍起来应该蛮有趣的，然后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做这个动画的作品，然后能受到老师们跟评审们的肯定，就是非常荣幸。最佳纪录片由崛起夺得，最佳节目奖是《远方的声音》，最大赢家是《陌上花开》。除了得到最佳剧情片外，还拿到最佳导演奖。资讯传播系学生在影展的准备过程中，需要将作品反复修改至完美，才能成就一部优秀的作品，相当不简单。记者说怀谈的报道。2024巴黎越野跑16号上午热闹登场，450位来自海内外的选手们同场竞技。众人从巴黎龟马山紫皇天乙真庆宫出发，沿着山路一路攻上了观音山。选手不但可以感受到跑步的乐趣，更能欣赏到大台北的山峦、河流以及周边海岸线的壮丽全景。在汽笛喇叭及倒数声中，第2届巴黎越野跑正式登场。450位来自海内外的选手们从巴黎龟马山紫皇天乙真庆宫起跑，比赛分为12公里组及21公里组，另外还有儿童组的1公里及2公里趣味赛事。主办单位 VentureTex 的林博生表示，通过比赛让大家认识观音山之美。我们今年赛事的话，主要分为12公里组跟21公里组，那另外还有1公里跟2公里的小朋友的一个试走的一个越野的活动，让小朋友来体验。那我们活动初衷其实是想要推广这个巴黎区的一个观光，因为很多人其实住在新北市或是台北，那更不用说是国外的伙伴，他其实不知道巴黎区有一个观音山这么有名。那他远眺可以眺望整个海洋，那远眺阳明山。那同时它的山径也是非常的独特特别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观音石跟石阶的一个路线，所以它整体串起来的话，我认为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那我们很荣幸也可以来到这个真庆宫这边，那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的呈现。正式比赛前，主办单位带所有选手一起进行热身舞，通过动感舞曲让选手尽情伸展筋骨，希望减少运动伤害的发生。针对去年赛事反应容易滑倒的地方，今年特别增设绳索，提高比赛的安全性。第2届的路线，我们针对上一次路线可能大家反馈比较多的路线比较滑，或是可能有比较多石头容易滑倒的地方，我们这次都有多加这个绳索。那绳索不止1条，可能是2条在这个路线上面，那供参赛者的整体的安全提供更高。那另外我们在每个补给站的话，都配有冰块、冰水、冰饮料。那当然，台湾最著名这个大的冰西瓜也是有在我们的这个补给站提供的。那主打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比赛，那把比赛不要看得太严肃，好好去享受在每一个转弯、每一个风景的这种美好。今年巴黎越野跑报名状况十分踊跃，报名人数从去年的300人增加至450人，也让共同主办的龟马山福田会感到十分开心。今年是第二届，在龟马山真庆宫来举办这个 Bali Trail 的越野路跑的一个活动。那么今年的来自国内外的参与的选手非常的踊跃，含眷属大概参加报名的有450人，那盛况空前。21公里赛事的选手在早上7点出发，这条步道也是专门为经验丰富的越野好手设计，总共爬升超过1500公尺，短距离就有很多上坡路段，相当有挑战性。路况很野啊，风景很好，这个上到最顶端可以看到那个关渡大桥。
或是淡水河，然后整个视野非常好。那这里真的是巴黎的算是最高点，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运动、很好爬山、很好练越野跑的地方。是了解。那你明年还会来参加吗？我会参加，这个活动超棒的，赞。主办单位也贴心准备西瓜、水果及冷饮，随时替选手补充体力能量。选手们虽然挥汗如雨，仍交不起想要完赛的念头，也为他们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记者林志清新北采访报道。走在路上，除了有高大的路树、低矮的树丛之外，还有一些杂草杂树会从水泥缝或人行道的植栽带里面冒出来，影响市容，还有登革热的疑虑。在高雄左营区的玉成路上，就有一座变电箱快被小树给包围了。里长向市府反映很多次，但都迟没有来处理。人行道骑楼电杆下，常常会看到一些小树苗或杂草从地上的水泥缝冒出来，没有清除掉就会越长越大棵。像是这一座变电箱已经被小树长成的大树包围，就太夸张了。如果这些杂草都有一个固定的，像台北、台中，他们都固定都有人在做清洁啊、清理跟修整啊。可是这边这是玉成路，这已经是大路了，还比较少看到这个。对啊，它如果有固定来做修整，其实对我们市容也是蛮漂亮的。这座变电箱虽然是台电所有，但放在人行道的植栽带上，四周还用格栅围了起来。现在整个被树包围。当地的新上里里长向市府反映过，对面的变电箱就有把树处理掉，变得干净整洁。而这一座不晓得市府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来处理。那最近有清了一部分就是他有尽快来处理的，这样他就还会回报说，他有清了，不过就是他把它矮化而已没有把它除根啊，这样就很头痛。像这种天气又下雨又出太阳，它很快又长得跟人一样高了所以我们希望台电能够配合跟公园处一起合作，把这条路的这个绿带的部分把它做好，让玉成路这个特色美食街能够更美化，然后让国外的朋友来能够对我们有一个好的印象。公园处辖管道路范围之中央分隔岛及人行道的树木植栽维管业务，平时针对辖管场域之树木及草皮进行维护修剪。如民众发现有草皮生长过长时，可透过市府1999专线通报，公园处将立即派员进行草皮修剪。这种杂草杂树乱窜的情形，其他里也有发现过。里长表示，社区志工会随手帮忙拔除，但如果杂草面积太大或树干粗到要用锯的，恐怕就要市府来协助，以免杂树长大挡到行人通行，或停车格停车时刮伤车体。人行道跟马路的接缝啊，会有缝，那缝就很容易积水，积水那些。只要有植栽，有那个种子下来它就会长出来啊。那长出来，大家又在那里分家就很头痛。那希望店家如果有看到小植栽长出来了，就把它拔除这样不要让它长大，这个对那个土地保护会比较好，不会因为串根然后皲裂。那你让它长大了，要把它除掉又很困扰。也可以啊，但是问题是就是你这个理啊，这个什么要有分配这个。人力来处理啊，一般人不可能随便去弄它人家搞不清楚啊。另有关私人土地如有杂草丛生或环境脏乱时，可通报本府环保局，由环保局依规定通知地主进行环境清洁。市府公园处都会定期修剪路树，但是从边边角角的水泥缝冒出的杂草杂树，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但民众都可以拨打1999向市府反映，要求清除，以维护市容。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为了带领游客深入畅游基隆，一群志同道合的地方创生业者共同成立了地方创生转运站，据点就位在市中心的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侧馆1楼，期许透过这个平台来推动基隆西岸、东岸的深度旅游。畅游基隆有多种玩法，一群地方创生业者首度推出基隆水陆游程，特别规划的免费体验场次已经秒杀，相当受欢迎。其实基隆在地其实长久以来就是大家很努力在做，其实就碎片式的旅游，也就是各个区域其实都在努力发展，但是很少有一个可以去串联的方式。所以我们整个水项链团队希望可以透过一些陆路跟水路，不管是 GoGo 楼的2人成行，不管是9人座的6人成行、8人成行，甚至是船。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的串联，可以把所有的创生区域或者是旅游品牌去把它连在一起。这是一群关注地方观光发展的地方创生业者，在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侧馆1楼成立名为水路的地方创生转运站。开幕当天，多位贵宾到场祝福。这个是我们阿杰理事长在地方创生上的一个进一步的突破。那可以结合更多亲子跟家庭的一个游客，跟我们基隆在地的一个文创，以及一个地方的美食，那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那也符合我们现在打造友爱城市一个方向。非常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的开幕典礼。来到这里之后，不管你要走水路，你要走陆路，你可以有好多的面向可以去看到整体的基隆，这样子就可以让大家很方便的来到基隆，然后能够去体验基隆的不同的文化艺术，甚至基隆的很蓬勃的商业，可以来到这边非常的开心，也很适合老中青3代亲子都一起来体验。那所以我对基隆的未来，透过我们地方创生团队打群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大家互相的串联，然后一直创造更高的一个好的美好的这种景象，让大家能够来体验。所以基隆未来一定更有生命力，未来一定能够更好。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基隆已经走到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结合了非常多的地方创生团队，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起来，一个叫地方创生转运站，希望可以透过这些载具，可以带到它，譬如说像我们正滨有新滨山，譬如说我们市区有小寿书跟86公寓，包括西岸山城有卡米诺渔语文化工作室，包括还有我们的雨都漫步，还有八朵子，希望透过这些载具，可以去把这些地方创生团队区域型的品牌，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我的身后这边就是，其实我们也是集结了所有各地方创生团队它所开发出来的产品。这个地方创生转运站未来将大力推动西岸观光等多元路线，特别结合位在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4楼的一间主题餐厅，提供游客餐饮与休憩空间。我们跟1楼的这个水路所谓地方创生转运站，其实我们是一体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旅游嘛，走不管什么样走行程，那我们又是走在地基隆的行程，它不管开始或结束，它都需要一个集合的地点。那集合地点不外乎就是要休息、吃饭、喝个下午茶、喝个咖啡。那所以我们觉得说，在4楼这个点也相当的适合。那上来之后，也可以做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空间也预留蛮大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接待团体。我们希望结合我们市长大力推动的这个基隆港文化西岸的这个文化观光的一个这样的政策，以阳明为起点来去做一个整个在基隆市的一个发亮发光的一个这样文化品牌的建立，来一起来做一些城市的行销。那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的1楼的水路的一个开幕的阳明有去做一些配合，是在6月15号、22号、29号，其实只要搭乘我们的水路的这个游港船，其实都可以免费来参观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那也可以获得我们4楼的这个乐事的这个餐厅的免费茶点1份。引进了乐高，那我们应该算是基隆第一家有乐高的餐厅。那家长可以在这边安心的吃饭，小孩子在这边静静的玩乐高，不要去再看手机了。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样子同时呢，就把亲子的休闲，然后呢跟餐饮就可以好好的做一个结合。发起这个地方创生转运站的基隆水巷内产业发展协会说，协会成员来自各行业，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就是奇怪，为什么取名叫水巷内产业发展协会？其实基隆是依港而生的城市所以其实水跟巷就是港的拆解，水加巷巷内就是哈来，这是专业的意思。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陆续有很多返乡的青年，所以我们找了各个领域产业的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大家集结成一个平台。我们现在里面的伙伴大概有80多位，都是各产业很优秀的伙伴，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水巷内产业发展协会，希望把地方资源更可以让基隆更好，所以把各自的一些专业，大家一起来互补，然后一起把它串联起来。现在我们应该算基隆第一家把艺术
艺术跟餐厅做结合。刚是说有亲子嘛，现在我们也把艺术结合进来，所以我们也找了在地的艺术家，一个渔夫艺术家叫庄英信后面都是他的作品。期许未来透过多元的水陆旅游体验，带领游客深度畅游基隆西岸与东岸各景点的人文特色，发扬永续旅游的精神。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我们下次再会。